后来继续来看，调离中国乌北的台湾人，昨暝第三批以类包机的方式为上海起飞，回到台湾。原定有220个人的班机，最后有的是正照过期，有的是距离伤远等等的原因，只有153个人回到桃园机场，完成检疫了后，无发烧，也则是无相关症状的，由这个游览车再到检疫所去隔离。华航班机慢慢降落伫桃园机场，伫中国乌北的台湾人倒来啊！以类包机模式启动，华航开放29甲32班要对上海飞到台湾的班机，第一班伫29暗时10点左右降落伫桃园机场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这次嘛亲自坐镇。飞机慢慢出现到机坪，前方5椅的检疫人员早就准备好防疫工作。唔敢有一点放松，排队量体温，确实身体无异状。华航原定接回220名的国人，因为对乌北到上海交通不便，还佫有一名中国籍配偶因为护照过期，所以有计29暗时7点50分对上海出发，班机延误到8点58分才起飞。最后是153个人办理登记回台。在检疫完成了后，按照往例，153名国人拢由游览车专车护送，前往检疫所隔离14天。但市长嘛，伫国人拢离开了后，坐伊的机车离开桃园机场。第一班类包机顺利到台湾，第二班同款是30暗出发，互更较侪国人会当安心回台。